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0月1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，罗马书15章第7节到1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见证。基督福音是需要去传扬，然后传福音并不是用嘴来去传说安尼尔定，是要透过生命的见证。福音的见证到底是什么？福音的见证就是基督徒用生命见证来感动人。亚伯拉罕伫生活顶悬，因为有上帝同在，就受到祝福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记载着亚伯拉罕甲一个外邦国家征战的记载。亚伯拉罕打赢基大老马以及甲伊革命的王倒来的时阵，索多玛王来三味山国来迎接伊。三味山国就是王的山国。至悬上帝的祭司率领王麦基洗德嘛带饼甲酒来，甲亚伯拉罕祝福讲：愿创造天地至悬的上帝赐福予亚伯兰，愿予亚伯兰太赢对敌的至悬上帝得到称赞。亚伯兰将隆重所得到的1/10来送予麦基洗德。索多玛王甲亚伯兰讲：人交予我，财物交予你。亚伯兰甲索多玛王讲：我指上帝创造天地至悬的上帝来救助。你所有的物，连一条线、一条话带，我拢毋摕。才免你讲，我予亚伯兰好业，毋过壮丁的粮食你着报我，甲我做伙去的阿乃以实国万利因得的份着出在因体。亚伯拉罕见证了一项事，就是伊的祝福，伊的富足，毋是因为人来，是因为上帝的保守甲赐福。保罗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都爱互相接纳，因为安尼会听甲接纳，就会通见证因是属于基督的。保罗劝勉因都爱伫外邦人的中间来做见证。咱看见伫罗马书15章第7节到13节，保罗的劝勉安尼讲着，所以为着荣耀上帝，恁着互相接纳，亲像基督有接纳恁。我甲恁讲，基督正最受割礼的人的采用，是要显示上帝的信息，通证明上帝对咱祖先的应允有实现，嘛要互外邦人因为上帝的怜悯，通归荣光予伊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所以我要伫外邦人中间宣认你，唱歌学乐你的名。伊阁讲：外邦人啊，着甲上帝的子民做伙欢喜。伊阁讲：万国啊，着学乐主；万民啊，着颂赞主。以赛亚阁再讲：耶西会根会布演。伊会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拢会将仰望交托伊。愿赐仰望的上帝，因为恁对伊的信心，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，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仰望。咱着爱邀请人进入伫这个基督里，用颂赞来学乐，来见证基督的圣主名，将福音来广传予普天下。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你找上帝做避难所，用至悬上帝做徛起的所在，灾害袂临到你，
瘟疫嘛袂挖滚你的布片，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，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扶持你，互你的骹袂踏着石。你要用骹头屎甲毒蛇来打碎猛狮甲大尾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叫我，我要应伊。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。我要使伊当岁收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基督徒无见证就袂当称作主的门徒，教会无宣教就无有存在的必要。基督徒必须爱会通来彼此相听，互相接纳、扶持、祝福，成做美好的见证，带人归主，求主帮助咱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